每個人嘅起心動念，每一分嘅情緒波動，都默默嘅寫喺你嘅磁場。當內心升起強烈嘅感覺時，你嘅能量場就瞬間切換頻率咗。如果你嘅能量喺80分，你就會自然吸引同頻嘅80分嘅人事物。若果你嘅能量只係30分嘅話，你所有遇見嘅都係喺30分嘅頻率嘅際遇。呢啲分數唔係關乎你嘅身份、外貌、財富、出身，其實呢啲分數係同你嘅內在嘅頻率共振有關嘅。當你覺得你自己唔得，世界就係真係處處都係長你嘅。如果你認定自己係得嘅，前路就會為你讓路啦。當能量一旦充足咗，所有狀態都會改變晒。其實能量就係宇宙無聲嘅貨幣，所有我哋嘅念頭、情緒、愉悅、行動，共同編織緊我哋能量嘅網絡，佢就係我哋成日講嘅磁場啊。